在等我。陆渊，你等等！但我走丢了。既然一切都无法改变，为什么还要开始这段因果呢？他这次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一切皆因你而起。沈不言，你害我，才见到我。我每一次心怀期许，却又被狠狠地打碎。陆渊，我还是没能。但是我仍然抱有一丝的希望。我呢，下辈子希望做一个寻常的百姓，再也不要当什么皇后娘娘。吾乃大圣皇后，信物在此。看来我始终无法阻止你成为那个陆皇后。沈不言，难道你还未看清这宿命？陆渊，无论宿命如何，我只记得那日我说过的，不管多难，我都会留在这儿陪你一起面对。皇后娘娘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李庸叛国投敌，却被誉为千古贤相；陆渊一生为国，却被冠以妖后之名，凭什么？你，沈不言，为什么？我不属于这个时代，只有我这样做，你们才不会被牵连，你的命运才会被改变。沈不言，缘起之变的结局还是没有改变，为什么？我该如何向21岁的陆渊解释这一切？你为什么才回来？若次次重逢须隔数年，生生再见又皆是诀别。对不起，我只要阻止陆渊进宫，只要带他离开江都城，那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你快醒醒！为什么现在？你我之间真的注定陌路。他还在等我。沈不言，若真有下一次，我不要与你相认。天意如此，你我谁都无法左右。那这算是我们之间的信物吗？算了，我要改变陆渊的命运，他会和我许一样的愿望吗？你的弦外之音太隐晦了，后人听不明白。有一人懂，便足矣。我还会再见到他。小姐，我相信心诚则灵。